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大家講解嘅係觀塘大業街協發工商大廈7樓嘅慘劇。今集嘅事主係陳偉坤，大約1959年，陳偉坤就喺一個基層嘅家庭嗰度出世。佢爸爸係個五金嘅工人，而佢媽媽就係家庭主婦。佢自己呢，就喺屋企入面排行第3，對上有個阿哥，一個家姐。對落就有一個細妹同埋一個細佬，成家人就住喺牛頭角上村第2座嘅單位嗰度讀書。讀到中3之後，陳偉坤就輟學啦。出嚟社會之後，佢就投身喺倉務嘅工作嗰度做倉務員，喺唔同嘅公司嗰度做過。到咗佢中年30幾歲嘅時候，佢就去咗觀塘大業街協發工商大廈7樓嘅時興實業公司嗰度做嘢。當時佢本嚟可以好似好多打工仔咁平平穩穩咁生活嘅，不過由於佢阿哥、家姐、阿妹都結咗婚，搬嚟咗牛頭角上村嘅單位，所以佢阿爸就驚住呢個仔唔可以成家立室，咁就好心急咁幫佢喺度物色啲對象，使錢安排佢相睇，不斷咁餓佢等等，咁就令到陳偉坤喺屋企嘅時候就受到好大嘅壓力。為咗唔想俾屋企人催結婚，佢就成日以買馬為借口行出街避開。起初都只係用嚟做借口，只係買10零蚊嘅啫。但買下佢就買上癮，越賭就越大。去到2000年代初嘅時候，佢就爭落28萬嘅欠債，每個月嘅大部分人工都用晒去還錢。而佢爸爸當時就已經退咗休，幫唔到佢。屋漏偏逢連夜雨，佢嗰個細佬亦都因為經營電器生意失敗，又爭落幾球。面對呢種情況，陳偉坤就打算同個細佬破產，然後努力做嘢還晒啲錢佢，等屋企走出困境，等佢嘅父母可以安享晚年。例如去到01年，佢爸爸79歲大壽，佢就已經靜靜雞咁儲咗筆錢，為阿爸安排咗壽宴，諗住孝順下阿爸。點知嘅係一個同佢友好嘅同事就令到佢嘅計劃落空。呢個同事就係徐成芬，介紹下佢先。徐成芬大陳偉坤3年，一樣都係喺基層嘅家庭嗰度長大。不過徐成芬嘅童年就非常之慘，佢嘅父母好嚴厲，喐啲就體罰佢，特別係好中意好大力咁哼佢個頭。喺翁金華嗰集詭異已經講過啦，主流嘅實證研究就顯示體罰係會觸發小朋友分泌大量嘅壓力荷爾蒙，杏仁核過度活化，壓抑咗前額葉皮質嘅發育，導致小朋友個腦發育異常，有好多情緒同埋心理健康嘅問題。徐成芬似乎就係其中一個個案。10幾歲嘅時候，佢就患上咗精神分裂症，要入青山醫院嗰度治療。出返嚟之後，佢亦都需要定期去到九龍醫院嗰度復診，情況反反复复。雖然係咁，但係佢都好聽啲社工醫生嘅勸導，準時食藥，唔隱瞞病情，好努力咁去工作，嘗試去融入社會，做個正常人。而佢從事嘅工作就同陳偉坤一樣，都係倉務員。佢呢種樂觀積極嘅精神，就令到佢喺1987年之後個病冇再翻發。可能係因為佢呢個咁嘅精神，後嚟佢亦都喺社會嗰度揾到佢嘅伴侶，成家立室。最初就同老婆住喺大窩坪，後嚟就搬咗去將軍澳。再之後，佢就輾轉到去觀塘大業街協發工商大廈7樓嘅時興實業公司嗰度做嘢，成為咗陳偉坤嘅同事兼好友。喺呢間公司嘅初期，佢都係照舊做嘢，冇乜遇到問題嘅。然而去到2000年代，或者係佢嘅行為反應始終同常人有啲分別，例如走不離口、講嘢嘅方式等等，又或者係佢俾人知道咗佢嘅病史，甚至係其他原因啦。
有部分嘅同事就開始笑佢做傻仔。與此同時，佢亦都同佢嘅女主管有啲工作上嘅爭執，呢啲嘢加起嚟就令到佢做嘢唔開心啦，有壓力啦。對於呢啲壓力，徐成芬就夾硬吞咗佢，忍咗佢。原因係佢仲需要養家，特別係佢個仔又啱啱出咗世，開支加多咗，膊頭又重咗。除咗呢啲壓力之外，到咗2001年7月、8月復完診之後，徐成芬又咁啱換咗一啲藥物，而呢啲藥物似乎就唔係好適合佢。以上種種因素加起嚟，就令到徐成芬嘅精神病喺14年之後再度復發，從而導致悲劇。2001年8月23號夜晚，徐成芬瞓唔到覺，佢嘅精神非常之差，耳邊就不斷出現同事同埋上司嘅嘲笑聲，咁佢就好嬲好燥，喺床上面輾轉反側。見到咁，佢老婆就覺得老公唔瞓，喐嚟喐去咁，有少少唔妥，咁就問佢有冇事啦。而徐成芬就扮到好冷靜咁講，話只係天氣太熱，令佢瞓唔到啫。就咁樣，佢就呃咗佢老婆。去到8月24號朝頭早8點半左右，徐成芬就返到去公司啦。而佢嘅老友陳偉坤就喺倉嗰度同幾個女同事食緊早餐。但係徐成芬見到嘅就唔係呢個畫面，佢見到聽到嘅就係喺前面有人同佢講：傻仔，我而家就做瓜你。跟住佢就見到之前笑佢嗰啲同事揸住鐵錘向佢衝過嚟。見到咁嘅情景，徐成芬並未意識到呢啲只係幻覺，反而佢成晚失眠嗰種焦躁、不安、憤怒嘅感覺就被激發咗出嚟。於是佢就拎起做嘢用嘅鐵錘同埋鐵筆，追住同佢關係唔好嘅女上司去攻擊，一邊走就一邊嗌：做瓜你哋！面對咁嘅情景，女上司就立即走避求救，而陳偉坤聽到求救聲，就同3個女同事去睇下咩事啦。一睇佢哋就見到徐成芬追住女上司，於是乎陳偉坤就上前阻止啦。而陷入喺幻覺當中嘅徐成芬就唔認得陳偉坤，佢只係當對方係想害佢嘅人，黑社會。咁佢就瞄準陳偉坤嘅頭部攻擊，望到陳偉坤個頭爆光，旁邊4個女士就上前阻止啦。因而佢哋都受埋傷，制止唔到徐成芬嘅情況底下，佢哋5個人就衝向電梯大堂，想搭 lift 逃走。點知啲 lift 都未嚟到7樓，徐成芬就已經追到嚟啦。於是乎，幾個女工就衝向後樓梯，陳偉坤亦都想咁做，但係陳偉坤就因為受傷太重，不知倒地，俾徐成芬捉住咗。徐成芬繼續用佢嘅鐵錘同埋鐵筆不斷咁攻擊。呢個時候，幾個女工就已經去到4樓嘅寫字樓求救。寫字樓嘅職員見佢哋都見晒紅，就即刻幫佢哋報警求助。趕到嚟現場之後，警方就喺7樓嘅電梯口嗰度發現咗倒臥地下失去意識嘅陳偉坤，而現場就好多染紅，徐成芬就不知所蹤。救護就將陳偉坤同埋4個女士送往醫院嗰度救治，可惜嘅係去到醫院之後，陳偉坤就因為傷重不治離世。得到呢個消息之後，咁啱喺嗰日生日夜晚準備去個仔為佢設立嘅壽宴嘅事主爸爸就喊住咁話：個仔走得好唔抵。而其餘4位女士都係頭部受傷，治療之後冇嚴重嘅問題。另一邊廂，警方就喺現場嗰度調查，根據一啲途人嘅口供，警方就發現徐成芬喺做低完人之後，就自己落咗去地下買咗罐嘢飲，然後就去咗附近嘅公廁洗手，再抌咗罐嘢，跟住就唔知去咗邊啦。又隔咗一陣，九龍醫院嘅醫護人員就通知警方，話徐成芬去咗醫院嗰度自行求醫，而一到醫院嘅時候，佢就向護士話：我俾人嚇，有人跟蹤我啊！又指住個病人話：佢用錘仔攻擊我啊！
見到咁，護士就安撫佢，幫佢換咗病人衫，俾佢瞓咗喺張床上面，然後就通知警方。好快，警方就去到醫院拘捕咗徐成勳，而過程入面，徐成勳非常之合作，並冇反抗。被捕之後，徐成勳就向警方講出佢以上見到嘅幻覺。調查之後，警方就得知徐成勳係有精神病嘅，事發前一晚就開始病發，咁就將佢還押喺精神病院。2002年9月17號，呢單 case 就喺高等法院嗰度開審，庭上面被告承認腦誤同埋傷人罪。喺睇咗精神科嘅報告之後，法官就接納精神科專家嘅建議，接納徐成勳係因為工作壓力、生活壓力，仲有事發之前換咗一啲唔係好適合佢嘅藥，導致佢14年未發作過嘅精神病再度翻發，因而做低咗事主。為咗被告同埋公眾嘅利益，法官就按精神科專家嘅建議，判被告喺小欖精神病院嗰度無限期接受治療。知道咗判刑之後，被告就向事主嘅屋企人表示：對唔住，我唔係有心㗎，對唔住。到咗2026年1月16號，有新聞就報道話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有一個70歲嘅男性在囚人士喺嗰日不治離世。根據當局公佈出嚟嘅消息，呢個囚犯係喺2002年因為腦誤而被判處入去接受無限期嘅醫院令嘅。佢係喺1月4號開始因為身體唔舒服，被送往公立醫院留院期間情況惡化，去到16號12點34分就證實不治離世。而對比翻年齡、罪名、判刑符合嘅，正正就係徐成勳。呢單 case 去到呢度亦都正式落幕。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感想。呢單 case 我睇完啲資料就係覺得人生就真係好無常，好多嘢都冇辦法預測。好似被告咁，佢已經好返14年，係事主嘅朋友，同事主冇任何嘅仇怨，但就因為一啲工作嘅壓力、生活嘅壓力，加埋轉咗藥，咁就突然爆發。對事主嚟講，完全冇辦法去預防，冇察覺到任何先兆，而佢好心去救人，點知就換嚟咁嘅下場。佢爸爸就要喺生日當日白頭人送黑頭人，我覺得係非常之慘嘅一單 case。今集就講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亦都歡迎大家讚好同埋分享，加入會員或者 Super Thanks， 亦都歡迎大家 follow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拜拜。